政府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形式免租或象徵式租金批出地方俾私人體育會、社福機構或制服團體，並規定每個月開放至少50小時俾合資格團體使用。目前有關契約用地有73份。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民政事務局過去一直未有規定體育會定期提交使用情況報告。申訴專員黎蓮話，當局未有妥善監察，以致公眾或合資格團體無從得知如何租用。呢個政策呢，係應該就係由呢個民政局呢嚟再負責去執行。但係我哋睇翻過去嗰啲記錄呢，我可以講咩呢？有政策猶如冇政策，政策局係冇任何時候咧去積極去宣傳或者去推動咧、推廣咧其他呢啲係合資格團體咧係使用體育會嘅設施嘅，亦都冇任何嘅監管係睇下呢啲嘅體育設施嘅使用情況嘅。公署建議當局審批同更改開放計劃時，盡量增加開放體育設施嘅類別同時數，加強宣傳同監察，完善處理投訴機制。民政事務局回應話，要求所有體育會每個月開放設施唔少於50小時係合理嘅做法，已經要求體育會因應個別情況作更大程度嘅開放。局方已經加強宣傳，包括將可供合資格團體使用嘅資料上載上網，並落實各項監察措施，包括建立數據庫展開籌備工作，了解外界使用設施嘅情況。